50个出头啊，竟然还能买到保利的房子。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一套呢，就是一个朝南带大阳台的这样一个两房哈。往外呢是我们的没有遮挡的这样一个视野哈。据说之后呢会建幼儿园，所以说建起来之后也不会挡住我们的视野。这个阳台很大，那有的人呢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儿童房，当成刚需的小3房来使用啦。先来看一下这一个客厅跟餐厅连在一起也是很方正。那这边呢就是主卧啦，主卧内堵墙要敲掉哈，会整个主卧很方正。那这边卫生间呢，洗手台坐在外面，卫生间也是挺大的。进门这一边呢是可以做成这个鞋柜哈，你看这个鞋柜也是1米多，位置也是很宽敞，很够用的。那这边是次卧，次卧内堵墙也是要敲掉，带了一个朝南的挑窗。那这边进门的左手边是我们的一个 U 型的大厨房。那一个小两房呢，能做到这样的格局，没有一丝空间的浪费。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赶紧来看一下，这样的好房不要被别人抢走咯。